等放上头，这拜三就是元宵啊！全国各地拢开始咧办活动，就讲伫咧台南龙里门圣母庙的手春菊，都9万人来参加。因伫咧台东县的元宵要景，今日是先抽签，要来决定来参加76队队伍的阵头，要对元宵的灯光中昼开始，伫咧市区闹热2天。连这活动陆续伫各地举行，七八暗时，台南龙里门手春菊活动请1万人参加。等舞台拼春菊，纸做的春菊一拼落来，民众都客做伙，想要掠牛皮，有人客甲跋倒，发生短暂冲突。下礼拜就是元宵节全国民俗活动，北天灯、南风炮、东邯郸是重头戏。七八台东县也开始炸邯郸，暗过台东县12、13，还佫有2日留在市区庙会阵头示景。今年总共76个队伍参加，最到早起正式抽签。这活动是咱台东是一个重要的庙事的这地方的宗教活动啊。以前台东县元宵庙会示景，捌发生部分队伍杀来杀去冲突。台东分局伫个抽口啊会场也进行宣导，呼吁各阵头遵守环境的疏导措施，爱自我约束，唔通发生违法事件。咱拢有对酒醉的，无去来全部安置，其他的交通规规的部分，咱拢有设有专人对做一个处理。县府民政局强调，今年元宵节是伫拜三是正常上班时间，庙会活动是伫下班时阵才开始。呼吁阵头队伍甲民众爱遵守交通管制，避免发生意外。公视新闻台东报道。